就是为什么他们被邀请上台，让他们得过很多奖项之外，要特别介绍这一位男生呢，他是阿美族的，我们掌声鼓励。这次的这个身上就有一些阿美族的图腾，这样非常感动这样。但是重点是因为罗文在台下他一直很想学，你愿意放开他的手吗？就是说你可以愿意教他几个你刚才有什么动作，因为有一个动作是你知道没有这样子的，然后还有这样子的，你懂我吗？大概那个，对，罗文没有人来这边罗文来学一下罗文，5，开始。